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26章，约伯引比勒达讲：无气力的，你有甲伊帮赞偌济；手骨软的，你安怎甲伊解救？你安怎教示无智慧的人来证实你有偌济好的计策？你对倒位得到灵感？靠啥人在讲这个话？阴魂痛苦皮皮喘，伫水下甲伫水内徛起的嘛安尼。伫上帝的面前阴间露现，灭亡的所在无坎挂。伊铁开穹苍伫混沌的顶面，建立大地，甲伊吊伫空虚的顶面。伊用密云包水，水的重量嘛袂互密云逼你。伊将月亮牵起来，用云铺伫迄顶面。伊伫水面画界限，画光甲暗的交界。天会跳摇绝，因为伊的脊背着惊。伊用能力制压大海，用计智拍败海怪。拉合伯，伊分开互天清彩，用手斩断伫逃走的大蛇。这个不过是伊所做的一小部分，咱听到的是伊细细的声。总是伊大权能的作为，亲像在弹大雷，啥人会当了解？